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们又在线上见面。这一个礼拜的当中，真的是在今天影响到各位的吃饭的时间，也还有就是在工作中，你们放下了你们的工作，来参与今天晚上的这个讨论。至于我们上个礼拜的讨论的课题就是我们的动作篇就是烹饪食物的方面的还有这个洗的动作。各位如果还有有关于这个两个方面两个动作的这个方面有至于上一次没有讲到的你们都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对啦，鼓励啦，还至于洗的动作你知道Libayan好也Minanao 三洗的动作我大概念一下 Minanao Minanao 还有Mingoy Maino 还有Mililot 米烧烧米烧烧洗东西，还有洗刷米发闹，还有一个叫米嘎噜噜，这里是米嘎噜噜是什么？米米黑当啊洗头洗头，米拉里奥早上洗脸，马拉拉奥有的人是说马拉拉奥还有米西宾。还有第7个就是米西线擦膜擦拭。这个发路米发炸洗衣服洗涤，还有米包包洗大方块的这个物品叫米包包。这个木的米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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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苏啊索米苏啊索米苏啊索。这个10个这当中如果还有你然后个kapanaan how nanay kaide apa ini anak ko米兹布斯，你吃 force 对对你吃 force 好你吃 force cuma kurang semua lah ya siapa lah？ siapa你吃 force 观众老师你吃 force 你吃 force 这个是等于是胶水嘛小白老师 ，Mr. Force， 你中文怎么翻？胶水啊，胶水啊，对啊，米兹布斯胶水啊，它算是洗刷的动作吗？还是它是浇花的动作？没有那个洗刷的时候啊，那个小孩子站在那个田埂上面里边的话用水就这样浇水啊，浇他的脚啊。就是比如说你把一桶水从头这样往身上倒的，就是 Mr. Force 的意思吗？没有错，这个对。那个也可以用手去拨水浇他的脚，这样也是浇水啊。没有错，用在人的身上也是叫米兹布斯对。对，他不一定要他自己洗自己的脚，然后呢，你用水去教他洗脚的动作啊。对。对，
米老师，我们中文翻成零会不会更好？零零零那个是要有那个啦，它变成那个什么，零那个水要自动就像自来水啊，老师，我们用莲蓬头那个算不算米字 force？不是哦，不算哦，不算，不算，不算。哎，不算哦，所以老师，你的 z force 是把那个水舀起来往身上泼倒。泼水，哎，哦，那可以了，应该是跟零有关系啊。哦，可以了，也是可以说我也零。我也不好翻译，嗯嗯，还有还没有？多人多罗鲁吗？你啦，慧梅老师。好，我讲一个哈，米闹闹，这边有没有米闹闹？有米闹闹，有米挠闹那个啊，第一个啊，米挠哦，闹米闹闹，对对，洗手。有米闹对，闹有哈，米娜还有闹，谢谢，你谢，你谢跟那个你支付差不多哦，谢，那个谢谢好像有一点领的意思啊，谢好像是零的意思哦，淋水给他这样啊，嗯，谢。怎么拼？我看SI，然后是喉舌音，然后 SI 再喉舌音这样。谢，那个 X 不要，嗯，谢，马里克老师，你说它跟什么意思很像？就是零跟那个米字 force 的那个很像，但是它有一点带零的意思哦，谢。诶，谢好像不是哦，很像你泼水的意思哦，谢是泼水了，谢是泼水，米个线吗？米米个线吗？不是哦，米谢是泼水，我们是用双手写，然后搞过这样，用手这样泼一泼水这样。老师，你的米蟹是那个，就是说手如果弄到泥土，拿水冲一冲的那个意思吗？对，但是不是 X 的哦，不是 X 哦，但是都是 SI，然后都是喉舌音在后面。你对，这样就对了，泼水，没有错，这样就对了。嗯，嗯，还还有哪位老师可以提供？米的线呢？你的谢米的线，比喷如说那水啊，个车子啊，你的谢，那哎谢是喷水，哎，喷水了，马的谢，米的谢，喷水了，米的线溅水。啊，都是啊，对了，溅湿和米的溅，溅水的意米思，的线，哎，没有错。马的溅是被溅到水，还有什么？米的溅，哦，越越来越多了哦。有关于这个洗的部分哈，应该还会很多，只是我们
临时要这样想哈，想不到哈，这个哈拉登给大，那个怎么讲？惠美老师，你这里有没有那个刚刚按说好过，OK 那都洗的动作哈？你找找，有了哈，你找找。我查字典有找到一个那个洗头的 mili good 有这个吗？有米利谷有，米利谷是台东东海岸这边的话，米利谷洗头。good 秘书刚刚有没有讲到一个早照？有没有刚刚有没有讲到早照？今天跟上一次没早照，这个也是那呀，有东海岸，你早照哈，早照玩水玩水，它跟洗有关系吗？有，它也是跟那个怎么讲，就是泼水的那个，哎，这个早照哈，在字典里面找到哈，你早照，其实你早照又不一样了。好像是小朋友玩水的叫米早照，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玩水，然后洗的话就米烧烧，你稍稍有哈，早上有了，你稍稍有稍稍有了哈，对。我们那边那我们那边那个部落讲米里古董，有一点就是说，他们洗头的时候头发很长啊，洗完的时候要一直绕，一直绕在头上啊，头发啊那个叫米里古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在东海岸这边，他们说米利过是洗头啊，嗯，头发的意思。也可以的。嗯，因为当时的老人那个女人家就是头发长，所以呢，他就卷一卷，米利过弹弹的对，都要。啊，你过大节叫复个时间，绕在没有头上，卷还米里古。米利过 very good，啊，你听你英文呢 very good，洗头发。Pagkanya ito no sapi sasaw to lemak hawi. Alihaya ito tiga 要针对东西的。针对某个东西哈，我们会想起来那个它的那个洗的那个动作。马里盖老师，我问一下，如果我们用刷马桶是要用哪一个字啊？米少少米烧烧啊，哦，你说说米这啊，不我现在看到，我想到了，你木洛，对，木洛。穆勒是怎么讲啊？错，在我们的语言来讲呢，穆勒是等一下，比如说有污垢哦，他会这样给它磨，穆勒，H，DOH。好像老师，那个迪瓦丢也是吗？
丢啊丢，对啊，丢啊丢，喜欢哦，没什么过来丢啊丢什么，我没有听过呢。喜欢秀哈，把那个衣服弄在那个水流哦，的地方摇一摇，这样啊，徐华秀，那哎，个慧琴老师，你刚刚讲说徐华秀还是丢啊丢？西蛙秀，滴滴哇丢，丢啊丢，哎，对对，现在那个拨弄，PPT 那边现在这个滴哇丢不是吗？就是手放在水那边拨，就是哦，手拨弄，脏的话就在水那边波动类似，哦，对对，哦，丢啊丢，哎，这个字还是丢啊，还有啊，就是问一下喜欢，他这个是不是手脏的时候在水里面这样洗干净，这样咪丢啊丢？不是，是要有东西，要有东西啊，嗯，哦，你是说把东西在水里这样子拨啊，弄，让它变干净的意思吗？对，对对，那我们那边那个动作叫做洗蛙秀 S，徐华秀也是可以了，徐华秀，嗯，小白老师，丢啊哎，丢跟球啊秀一样的意思哈。洗蛙丢好像有一点是用东水弄，西去弄那个那个水，水啊，嗯，哎，去拨水的动作啊。洗蛙秀的话是有东西，然后放在那个水里边用甩的这样啊，了解我的明白吗？还在理解，老师，哎，我们先讲丢啊丢哈，你再描述一下丢啊丢是嗯把东西放在水里面摇一摇，是不是？大部分呢那个我那边的话，丢啊丢是用那个棍子哈，硬的东西，然后把那个水甩一甩啦，把那个棍子弄到水里边，可能棍子是脏了啊，就在那边也甩一甩这样啊，拨弄的意思啊。就是还是搅拌？搅拌哦，搅拌才对，对对对对，对，搅拌了，应该是搅拌，哎，哎，哎丢啊丢还对，搅拌哦，没有错，对，有一点硬的东西啦，去搅拌啦，嗯，哦，啊，然后那徐个华秀，洗蛙秀呢是软的衣服啊，或是就在水里边给它甩一甩这样。拨弄哈，哎，那国语不好翻译呢。所以老师，你的那个修啊秀也是搅拌的意思吗？是把那个衣服啊抓着衣领，对不对？然后在那个水沟里边就把那个衣服给它甩一甩，在水中甩一甩啊。那个哦，是修啊秀啊，修啊修问，对，或是那个本机呀、哦，嗯有泥土，对不对？放到水里边给它修啊秀啊，对。嗯，也是用搅拌的方式吗？对啊，左右摇晃啊，抖一抖啊，我感觉上米丢啊丢跟米修啊秀好像差不多哎。他对那个啊，徐华秀哈，他是用手哦，徐华秀好像是用手的，他用手这样去搅拌的那个感觉，徐嗯，华秀，啊，那个没丢啊丢是用东西去拨弄、去搅拌的意思，丢啊丢，对了，这个是这样子讲的，没有错。用水搅拌的话是用手的，徐华秀是用手，我记得以前的话，有那个什么那个鹅啊，在我后面追的时候啊，哎我就有东西，有那个竹子啊，丢啊丢，就这样，有一点赶走的意思啦。丢啊丢，哎呀，丢啊丢啊，越多噻，哎，丢啊丢，对你就对对对，还对啊，那个叫丢啊丢啊。
对洗完对，秀的话是在水里边弄那个软的东西呀、这样。嗯，所以小白老师，你的丢啊丢不是在水里面，是不是？对啊，是在空中里边就晃棍子啊，让那个鹅不要追到你啊。哦，就是它有一点是拿东西在空中波哎，动，让东西害怕的意思。那个是叫丢啊丢啊，或是在赶那个鸭啊，我们就用棍子在那边晃啊，那个叫丢啊丢啊，赶走啊，嗯丢啊丢。洗完秀的话，那是在水沟啊，把那个衣服啊弄脏了，就要给它甩一甩啊，这样。嗯，那个洗完秀，丢啊丢不一样，赶走的，好像有一点赶走的意思啊。马都古走走好，马都古走走，然后好，马多少还年呢？木路，米了米了蟹有了嘛？哦，有了，米了蟹用手啊去把那个水给它弄干呐、有没有？老师，你刚刚是念米的蟹的蟹还是了蟹？的线的线，米的线，哦，就是那个溅溅水对，溅出来，哎，米的线，这个是对的，溅水，哎，嗯，还有什么？米了蟹，米的蟹，哎，有了，老师，我刚看一个字典哦，那个有那个洗背呢，叫做马拉霍巴茨，有这个字吗？我爸就起背，是洗干净一点的，就一直刷嘛。你马拉胡巴族互相搓身体啦，米胡巴是干咩？哎，哎呀，然后 but，米胡巴嗯，皮肤啊，对啊，所以霍巴茨它比较是在用擦拭的意思，是不是？对，洗干净一点啊，或是等等啊这些，哎，胡巴它也是擦，也是在洗，擦也是像然后 but，啊，洗也是然后 but，它感觉很像小白老师说的，就是要洗很干净，有点用搓的，是不是用搓这个意思？洗刷的啦，用搓的啊，哎，像这个的话，那修古兰西他们会讲米木洛，米木洛，我先请我先请教一下有乐色车哦。马里盖老师，你那个对，刚刚讲那个米摩洛，木洛，米木洛，对，DOH，米木洛，哎，没有这个字，米木洛，啊，这个你怎么翻？ MO，米木洛是 MODOH，好像没有，没有哈，没关系，老师你那个意思跟哪个一样？木洛是跟有一点像那个 robot 的意思一样。哦，这个是修古兰西的那个修古兰西这里讲的无论
搓洗，对，没有错，没有错。那应该大致上，我们这个洗的部分，如果在洗水果的话，也有它的说法。老师，你刚刚讲洗水果用哪个字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呢。是不是也是用那个啊米沙少或米少少？米沙少，很像是米沙少，对对对，米沙少，米沙少，米沙少，洗东西、洗菜呀、这个米沙少，米发闹，也有，还有这个我们线上的老师们哈、有没有知道泡水要怎么讲？然后我们的爱好都泡水啥呢？泡在水上，泡在水里面。有没有人知道泡水的意思？泡水怎么讲呢？帮炸？老师，米冷尔吗？你生儿哦，生儿冷尔，啊，人儿，浸泡，对对，浸泡哈，人儿，泡，哎，对，人儿是对了哈，浸泡。还有一种是生儿，煮熟啊，没有，那个吹，哎，不是，你生儿没人儿是泡水了。有查到了是这个字吗？对，冷二人儿，对。啊，另外一个字生儿，你查一下看，生儿，整个是煮久一点啊，那个叫什么？怎么煮啊？人儿，等儿，人儿是浸泡的意思了。还有一个生儿，生儿，你查一下看生儿，染色吗？整个是染色啊。我这边呢，生儿，有，它跟那个刚刚那个字是同义字，他们两个意思一样嘛，哈意。思一样，对，没有错，生儿，老师还有没有等尔？就是就是煮菜焖煮等尔。等儿，哦，对呀、等个焖煮，那个叫焖煮锅也。那个拉路呢？拉路是浸泡拉鲁恩，那是在弗拉拉路那是泡米啊，泡米水米啊。诶，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烹饪的部分哦，拉路是什么的浸泡。哎，哦，这是烹饪的部分呢，再念一遍，拉路。拉路啊，拉路，没有错，拉路。先泡水啊，对，那个糯米先泡水，一个晚上这样，然后呢再来呀，哎，又多了一个字词了。哎，还有一个刚刚好像有讲到哈，那个惠美老师。等儿，焖煮啊，等儿，哎，找看看等儿。焖煮啊，等我一下，我先把那个刚刚那个泡米的那个，好，
等二哈，等一下我等。录。所以我们还可以追溯到这个主的这个部分哈，主登任的部分呢，还是有它的一些动作。等二什么意思？等二是焖煮啊，焖煮。哦，也是，怎么突然变成煮菜了？因为没关系，我可以干。因为有那个，也刚才有一句什么，整个啊，那个地方是什么？我找找看有没有啊？有，这个有啊，对，炖煮对不对？对，焖煮没有错，等二，对，有，等二，对，等二，好，有了，那个再增加在我们智慧里面，那个词汇里面的有了，那个上次有写到，有了，有哈，啊对有，米等二啊有，好的，好，继续我们洗的部分哈，刚刚讲到那个人二，哦，人二这边是讲的意思是浸泡，浸泡是冷水浸泡，它有米冷二有固定是用冷水哦，有这种说法，还是说热水都可以？没有。温泉呢？你泡温泉的话，闽人儿都都蛮那，对啊，也是啊，有热水啊，没有冷水啊，不一定是冷水，不一定是冷水了。对啊，闽人儿是有一点，怎么讲？米生二也是用，有的是用那个热水，冷水、热水、冷水都可以了。生二跟那个人二一样的意思。米生二，还有一个哦，米蒸二是那个染色的意思哦，米蒸二了，染头发哦。米生二那个是什么？米蒸二是那个染色，蒸二了。米蒸二。哦，这个就不是那个洗的意思，不是，这是染颜色嘛？对。蒸二，米蒸二它是等于是染色，染颜色了。染颜色，没错。它不是在这个那个，它不是在洗的这个动作。好，就洗刷米蒸二，还有什么？然后把它做爱好，tanaman ta mi sakushit mi sabalu做，在这兰ta mi harateng。哦，今天讲到17个了哈，总共17个，不错。我们然后那更多那个米了蟹，跟那个米就是你的蟹，米的不是米了蟹，跟米的蟹不一样哦。是吗？米了蟹是把那个水那个什么，有，小白老师是不是泼水的意思？哎，对，米了蟹，哎，对，泼水。
米类是的线是见水是吧？的线是见水。对啊，建水啊，还有动作片嘛，嗯，还有吗？还有。Hello Kerry Wu，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更好的 Kerry Wu？不要客气，如果你旁边有那个老人，也可以请教他，还有没有什么对于我们水洗的部分哈，洗的动作啊，都可以提出来哈。找还有什么？马子份呢？慢慢掉到水里边呢、那个子份，那个不是，哎，马子份掉到水中，哎呀，个副安了，这 first 嘛，子份就好像滑到那个水中间了、个副嗯，哦，就掉到水中去了啦。马子份，马个副啊，马个份安那么，哎，马子份安那，马吃副也是可以，我也是听过马吃副啊，子份，吃副啊，这份 FO 跟水有关系吗？马子份。有啦，老师，我们用咪就可以了。米吃副啊，对对，是啊，马子份，马吃副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啊，就不爱，打雷呀在滑倒，打入亚在。Daraya tay ta makufua sa kuruma ai matsufua sa kuruma 还嗯还有什没么？有一定对错，所以看因为地域的关系哈，各个部落的不同，所以说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makufua mikufua，然后还得来makufua matsufua，嗯。还有，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没有常常，我们常常，不是我们没有听，不是常常说的，还有米子坝，马子坝米子坝、马子坝都可以弄湿啊，弄湿哈，米子坝，弄湿湿的这样，嗯，子坝，哎，潮湿啊，米子坝，弄湿啊，弄潮湿，弄湿，米子坝，米子坝是弄湿，马子坝是已经湿了，结湿了，我那个人是要背了是，马子坝，哎，米子坝，哎。米字坝上呢就是弄湿了，马字坝是已经湿了。如果观众老师不搞到等来这个不能没算，蛮难。不搞到等多了，比闹大家讨论的啦，哎，哎，那个还有什么米粥都有了嘛吼，哎，不然老师你们等一下如果想到再补充哦，因为应该差不多都讲完了。
我们就可以往下面。好的，我们大家哈，anu nya pakara tengah anu ni tu pakara itu 洗的这个动作哈，我比那都lemak好也可以把多很多号卢马山，我们下一个要讲的哈，打的动作哦，在不同的程度的方面打，我们你是攻，你发落哦，还有什么把的背，老师一个一个来，慢一点。好，OK。你是攻，打击哈，用拳头哦。老师，我问一下老师，Miss 攻是比较大力的打吗？对，大概是很大力的打哦，是攻很大哦，老师有没有供嘛是攻，的供？被碰到，用顶的是吗？的攻好像是去敲到头的意思，的攻那个是的供，的攻，的供是那个撞哦，撞是撞的意思吗？被碰撞的意思了，的供。如果小朋友用头去撞墙，是用 Miss 攻的意思吗？嘛的攻，哎，要讲嘛的攻，我是说，他如果主动去撞墙的话，用 Miss 攻吗？对，你的攻还比如说那个足球啊，足球用头顶嘛，对不对？所以就的供，但是风的供，过来马里在干咩？你的攻很多啦，没的供，还有啊，还有mistake 啊，也是啊。一个一个来哈，来不及去凯米老师没呀。mistake，老师问一下，小梅老师，你讲的 mistake 通常是用在什么地方？是揍人、打人，还是处罚人？mistake 应该都是在处罚的。我觉得重点应该是他有没有拿那个以前 mistake， 我们 mistake 都是比较小根的那个竹子啊，竹，哎呀，那个做扫把的那个有没有？那个就mistake 不然那个啦。不像现在的 mistake 的话，有一点像 miscon 的，已经很痛了，用很大的工具。所以小梅老师 mistake 一定是有拿工具就对了，是不是？对，有攻击的啦，攻击的动作啦。如果他是徒手的话，他是用什么有攻击性的那种叫 mistake 啊。没有错，mistake 是用那个，比如说像藤条啊，那个竹编啊，那个竹子的竹扫把那种的啦，比较细的，还比较细的啊。所以我们老师用藤条打学生，就是用 mistake 的意思吗？对，没有错，对。miscon 的话就有有一点那个什么用拳头了。miscon 用拳头。miscon 是用拳头，没有错，对，甚至于他是用那个不是横的打哦，是直的。用那个木头啊，就不是横的打哦，是用有一点用刺的那种的。撞击啊，应该是供是比较粗暴嘛，比较粗暴，它是用拳头的，所以 stay 的话也可以用手掌哦。stay 手掌用手掌应该是把的别吧。别，你的别，
马别，米的别，巴的别，巴的别，把的背是打脸嘛，打脸了，巴的打别，巴掌嘛，别，打耳光了，嗯，别，手掌的话是用的别，拳头的话就是弓，哎是吗？哎哦，那用脚的话，你的 knock ，knock，是吗？用哎，knock 了，竹竿还能给说是吧？竹竿的用侧踢，对，竹竿的是侧踢嘛，哦，的 knock 的是往前踢的嘛，往前踢，对，对，踹的呢？踹的是怎竹竿啊，竹竿啊，啊？有分哦。哎，小北老师，你刚刚的那个上一个 T，你再讲一次。哪个哪个啦？米的别，的别，对啊，不是，用脚的。哦，米的 knock knock，踢的 knock，你找那个的 knock 就可以了。的 knock 是中央哦，你看它是用，没的 knock 的话是踢脚踢了， knock 的 knock 竹竿也不一样了，竹竿的是侧踢啦，踹啦，踹对，踹啦，竹竿去说好，哎，竹竿的像你讲，你竹竿去说什么呢？对，那你说我慢点，那pas wali，竹竿去说，还有一个啊手棒像你，很生气的，哎呦，有哈，踩踏，踹对，哎，你竹竿，竹竿，哎，还有一个还有，我看看哈，你那个钉骨子呢？经过是那个拳头，那个直接连接在那个头发的位置哦，直接这样子用搓的啦，很痛呢。你筋骨针就有一点就像那个理发的那个样子，就用搓的啦，那慢慢搓，这样又粘得很近哦。让那个头发就在那边，筋骨长过来，麻那么，顶骨，哎，筋骨针，顶骨，顶骨，筋骨不是顶骨，后面是 T 哦，KOT，筋骨，不是顶骨就 K 啦，KD 顶骨， K，哎，筋骨顶有，我们小时候常玩这种的，输的人哦，就是要把那个赢的人哦，就把他的头发哦，把他的头哦，就在那边用什么啊磨的啦，好像有一点用磨的这样。小白老师，哎，这边是要叫顶骨的 KINGKOT 吗？后面要加一个 T 哈，KOT，筋骨子什么？顶骨筋骨 KOT 嘛，好像查不到的，是顶骨还是顶骨？筋骨，对啊，就这样子，这个对啊。那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哦，输掉的人哦，就那个头就给人家啊，这样子用那个拳头粘着你的头啊，在那边戳啊。我们就叫顶骨子啊，小时候玩的。我们那个叫巴德嘎，那个时候是巴德嘎，它是有距离的，这样用塔的啊。巴德嘎，
哎，把这个用把那个什么中指啊，给它中指弯起来这样嘛，弯起来的，因为啊，这样，嘎那个说什么，把它嘎那个说什么，对啊，嘎。小白老师，那你中文怎么翻 ？Gin goods 那个叫，我也，对，我就讲过，他那个动作就老师是弹着打吗？啊，弹着打，就是顶过用手指头啊敲，或是弹着打。那个叫 fdick，弹叫 f d i r 不是吗？ fdick，用 fdick，弹 f d i r 好像是 fdick，对啊，也有弹跟打敲。不是，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用那个给那个什么啥的嘎的那个手，对不对哈？对啊，把他的头粘住哦，然后用搓的，不是有距离小白老师是固定，然后往下滑，这样对不对？往上，往上了，哎，就是头跟头这样磨了，啊对，用拳头啦，哈，嗯，把那个啥的嘎的那个尖尖的哦，粘在他的头上面呢，用就往是这样的，上过，啊，今天是啊，往上，哎，哎，对，哦，阿弟你，台语好像叫路拔啦，啊，鲁巴拉那么。路拔啦，巴拉那么，经过3年，哦，那个小时候的话，如果说用那个萨德嘎的话，那个头会肿啊，回家会被骂，所以都用那个经过的那种推法哈，哦，表示你有瘾嘛哈，你就推别人的头这样啊。让他有一条红红的线这样啊，这样高兴啊！经过3年过到鲁巴拉哈尼嘛，台语啦，路拔啦，就是从头这样滑下来或往上滑。还肯定老师有一个叫 fdick 哈，后面是 r 的，还有一个叫 fdick，我们先看那个 R 的是不是那个是这个意思？没有错，fdick 是他有的人是用那个，弹耳朵是不是？对，弹耳朵的，你不这当然类似这样的，这样，对啊，用它用手指头这样弹的，弹手指啊，弹手指，弹手指吧，你不对了，鲁巴拉。fdick 这边有时候是要讲的是用那个古木介绍那个橡皮筋的跌刃的，fdick 是 fdick 是那个橡皮筋打。有弹力的那个肉fdick 有弹力的，那 fdick 就不一样了，后面是 K 的 ，tik，这边 fdick 也是用手弹的哈，弹那个你 fdick 都罢。哦，那个要用那个祭祖先啊，敬酒的时候就对了嘛。哎，那个对，弹呐，按那个。弹手指的，然后那个 s a f d i 也是吗？ fdick，哦 fdick 是甩打是不是？用甩的。fdick 是拿东西来甩啊 fdick 不是慢点 fdick 如果是你要打人的时候，他是会拿东西来打。如果是在祭祀的部分的时候呢，
anu mi putik tu mi sakawasaki爱好给 subtik 上，就是要拿工具来用那个竹子的叶子3片嘛，然后就弹那个，要不然就是用那个香蕉叶这样，香蕉叶。它比较是工具嘛，对不对？对，它比较subtik 是比较拿工具比较多了。比如酒类，酒它也是属于 subtik 的一个。有那个沙，好像都是工具，对。对。小的 dick， 还有什么？拔路，你拔路，打，拔路是打，哎，马来盖米巴路跟米斯贡有什么差别？米巴路是一个代名词，一个名词了，就是说我要打人了，我要打你，这样的意思就是巴路就可以说好这样的意思。打对了，没有拿什么工具了。它比较是通称的意思吗？对，比较通称的意思，就是就像刚刚我们前面比如说我要讲这个打的动作，我大概呢都比巴路都lemak 讲了，打的动作比巴路lemak 打的动作就是巴路的意思了，通称了。很多，很多。那鱼打头是不是都叫巴德嘎？巴德嘎，对，巴就德嘎，就是打头。因为那个头有那个骨头啊，那打下去的时候咯咯咯这样啊，很硬的感觉，所以叫嘎。嘎，哎，对，巴德嘎的通常它是用那个我们的中指或者是那个食指的那个弯的部分打在那个头上的，所以巴德嘎，就来过农民到帮扎，它都有这国语的讲法，不知道是怎么讲过来的。他这个翻译正不正确啊？他说用棍棒或石头等敲击，也可以呢，也可以呢。他用砖打石头打也是叫巴德嘎啊。好像都可以，都可以，以前都是说巴德嘎古当啊，都是这样讲。打他的头，巴德嘎就是说我好，巴德嘎就是说我，对呀，要干我就找你，那个咩？巴是公嘛都可以说啊，是公喊的有一点警告了，也被告了那个人呢，你是公，你的那个，还有一个打的部分，好像是有一点警告的话，就是礼拜呢，我想找你这样，等一下我把你踩过去了哦，这样。礼拜，我有听过一个巴夫过呢，巴夫过。等一下，那个小白老师讲的那个篱笆是踩的意思吗？对啊，用脚掌啊。老师，那个篱笆有就是踩到人身上有打的动作吗？是没有，只是警告他说不要在那边。等一下我就踩过去了。对。OK， 那这应该没有这个。星海那个马里盖老师，你刚讲的。我刚刚讲的巴夫贡是哪还叫？我突然想到那个巴夫贡，
法福贡啊，OK，法福贡，法福贡，对，有没有这个字？我是有听人家讲过这个法福贡，法不贡嗯，好像没有听过呢。贡法卢贡啊，法卢贡，法卢贡啊，我讲法卢贡，法卢贡，勾拳呐，是哦，法卢贡，法法卢贡，F F F A，法卢贡，FAD FAD，法卢贡，然后 G 对，没有哈，有没有这个字？法卢贡啊，是啥呢？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因为很像是勾拳的意思了。好像没有呢，没关系。应该还有那个什么根木有没有？哦，还没有，根木还没有，用拳头打，根木很棘手，根木那时候呢勾拳，法林骨啊，法林骨，叫什么？法根木根木 K 不是个 KEMO，把那个 K 拿到前面去，个木那个 K 后面的 K 不要，根木哦，把它背有了嘛哈？那个老师那个米格木跟也是一样，跟那个 Miss 贡那个 Miss 贡是一样的意思吗？一样。我跟你讲，米贡好像我的理解啊，米斯贡是用东西锤啊，去不是锤啦，是有一点用刺的那样啊，Miss 贡啊，对不对？比如说我用木头去锤去撞那个墙壁的时候，那个叫做 Miss 贡啊，如果说米格木是用人的拳头去打他的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啊，所以小白老师，我们讲打拳击的拳击赛就是用米格木，是不是？对，木马个根木没有错，哎呀，马萨斯木是摔跤了，摔跤，马个根木是用拳头打，拳击，神木。什么？就日本的那种4个人撞，摔跤方法。tengah nak tahu anu dah nusuni. 马拉欧罗 malah hodot 打架，老师，等一下，我们刚刚那个摔跤怎么拼？semo SEMO 神木 semo 没有神木摔跤 semo 这很像是日语呢，神木日语 semo 后面要喉舌音吧，要不要 semo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这个字哦。这个是日语啊，这个我知道的。那个 semo 是摔跤了。Hara tengah ni tahu. Nak ni mataus tafusiu tuku palu tukian paselau kita. Minan mau kita. Ada misara sabalu cuan misara tengan. 所以我们
上一堂课的这个打的动作，bagaimana bangsa tu pipalu hanana ha. Aliaya gura sa soalan nika satu perkara teng hati ni ha. Ero nira ku masabalu tu ai pa inian. Awa ku ili hananai na hanne 我们大家都是一伙人，一家人。马里克老师，我刚刚在字典查了这个字，对不对？石木吗 ？A fuck， fuck 很大啊，对，这个有这个 fuck， 有有听过有听过这个fuck fuck 就是要狠狠的打，已经不停的打了啦，就还得哎 fuck。fuck 喊的有喊的 fuck 啊 fuck 对啊 ，fuck 是它确实它是一个喊的 fuck， 就有一点用抓的方式呢，喊的 fuck 跟就有一点偷袭他的意思呢。没有这 喊的 fuck， 喊的 fuck 是偷袭他的喊的 fuck 你一样就。有一点，我们躲起来，对不对？他们人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打他嘛。不跟就那个动作。马来古尼亚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还是不可能。对，要不然的话，那个鸡啊，要抓鸡的时候，你要躲起来啊。等那个鸡出来的时候，你要抓它啊。那个就叫阿里弗根啊。哦，那不是。偷袭的 ，rebut 那不是 rebut。哎，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哦，不知道 the fuck 是偷袭，还是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国语叫偷袭啦。还是 fuck。哎，或是突然死掉啊，还是 fuck 上来把带在。对，还是 fuck 上来嘛把带。那怎么那个拉什么克的？啊，那不是那么不对，就这样子死掉了。小北老师，你的这个字你怎么拼？啊，你拼一下看看。hard fuck， 后面是 K 了。fuck， 哎，就全部死亡嘛，是吧？哦，小北老师，你这个字跟刚刚那个不一样哦，刚刚那个好像是 hard a fuck me a fuck 是痛打的意思了，没有错。痛打fuck 那个啦，fuck 那tanu kehilangan fuck 那个罗峰啊，fuck 狠狠的打，没有错。就 fuck 而已嘛。对，形容那个动作而已嘛 ，fuck 在那不比就是打击的很快了 ，fuck 你的 fuck。对，小北老师，你刚讲的是 hard fuck 嘛，是另外一个意思嘛？对 ，fuck 的 fuck 只有一个 fuck 的动作的话，是形容他的动作很快，用打击啊，用什么去那个 fuck。不过他这里哈，你说 fuck 是打击的没有错了，但是 fuck 这边哈，它是这狠狠的打的意思了。很打，很打还 OK。因为我们所以也这句话我听过人家讲 fuck。哦，对了，好。fuck 还的 fuck 你那个也是有了。金覆没。前期覆没，哎，都死掉了。还的 fuck。还的 fuck 在那么面。前期。那个八字有了吗？八字。哦，毒打。哎，八，对，毒打。毒打的。
八只，哎，八次，他也是用东西打的，八成啊，八子也是用东西打的，他拿一根棍子打，八子好像是用那种比较粗的打，不是像那个米斯蒂尔是拿那种鞭子鞭打的意思了。那八子是比较粗一点。如果是在这里这边都pandai kia mi八产的伢的mi八，对，有一个工具，哎八掌，那个工具我们也叫八掌呢。哎，sa八产sa八产对啦，那个八跟那一样吗？一样啊，一样。八颗，八鼓掌嘞，鼓掌，八是鼓掌，还mi八，mi八，哎八的别的什么别，八，有的人是讲别，mi别，八跟别是一样的意思了。还有一个，好，你阿德就是夹，用那个2只脚去夹他的脚啊，阿德奔手也可以啊，啊。手也可以啊。我们小时候玩那个神木的时候啊，哎，玩那个儿童游戏的时候就用脚去夹他的腰啊，还是阿德奔呢？哦，你阿德夹，我的说法是脚，夹阿丁嘛那么哎，哦阿丁们，阿丁，我们很像是那个传统编织的工具啊。什么是剪刀吗？那个织布用的织布棒，阿丁，阿德，梭子啊，他们应该是那个梭子啊，就是你在那个线那边上上下下的那个。哦，那我是想到我们在小时候玩游戏啊，就要夹他的脚啊，或是夹他的。小北老师，你是不是讲这个是阿迪笨？阿德笨，阿德笨，阿德笨，阿迪笨啊，阿德笨，哎，阿德笨，哎，夹住。这个跟打的动作有关系吗？有啊，在什么玩，在那边压制的时候就要用到这些动作啊。哦，摔跤的时候是不是？啊，那还有古咪咪，喵，古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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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古咪咪捏，用手捏住它的皮肤了。对，捏住，后面是 T，后面是 T，对，MIT，古咪咪，哎呀，K，有没有红色音呢KO，K，不古咪咪， ，KO，古咪咪，这样对，哦，这样，捏，这样就对了，古咪咪，还有一个，还有米高一灯，古老威，勾把他的脚啊给它勾过来，这样啊，高一打呢？你们叫什么？
那个应该不是打啦，老师。古咪咪这样的，这个古咪咪也是属于打的一种的吗？也算哦。捏可以的，捏了。港味怎么感觉也像是挂东西的，织布的东西啊，嗯，编织。古拉维特，古拉维特不一样，古拉维特，勾住，这样。古拉维特啊，对，勾工具，好像也是用工具去勾东西，对对对，应该跟打有关系吗？没有了，这个没有。还有一个如恩啊，压住他的头啊，如恩，哎，对对对对，如恩啊，卢恩如恩压卢压住恩嫩，卢恩如恩，嫩米如恩啊， ，LO，卢恩，对，用手压嘛，卢恩。Pagkakaluto ay sinsi. Nanay pa ngihao kung nuna mo. Ay siya 老师，pa ngihao kung miso. O pasawali. Ano na kung nuna mo ah. 新燕老师，没有呢。巴鲁嘎算不算？马上巴鲁嘎，把路改，来受伤了啊，把它弄死。把路改，或者是打伤了，被打伤了，让他受伤了。嗯，打伤了，比较有点重大程度的那种。把路改有，他也是算被打伤了嘛，把路改。受伤、带伤、有伤、创伤。如果叫把路改的话，是给他受伤了，把他受伤了，把他打伤了，把路改，把他创伤打伤，你看了，把他打伤的意思，把路改，把路改恩，对，把路，suku 打的话，打 teka tepi，那个光中老师，那个那个把牛怎么讲去了？要扭他的手，扭才能。你的麦克风没有打开。米这个，哎，这个，怎么讲去了？米彼得吗？彼得，打断了，打断了，你彼得看，彼彼得得是打断掉。折断了，彼得。对啊，还有一个是主个是扭转了。扭转哈。对啊，把他的手给他扭啊。对，让他那个，让他让不全。米主个啊，米利了什么？啊，米威勒，威勒，威勒，W。彼得也是哈，你彼得是
你比这个是折断了 ，Willet Let 你 Willet 牛为为了为了为你 Willet 啊，给它扭转了，扭为了他这个是捏着人家的肉，然后再给他转的意思吗？不是哦，它是臂哦，扭转，把那个手哦，是扭断。扭人家的手臂哈。对对对，你为了打呢，啊，把你的脖子为了打那个啦，来转成你呀，把你的脖子给它扭，为了当个孙孙呢，哎对，彼得也是哦，彼得也是用手打的那个彼得，哎什么，为了为了多快就给。哎，我刚刚有一个还没有打出来是 longues， 是不是有这个字 ？longer longen， 我忘记了。我看一下，那个我刚刚打找不到字，你们有没有印象？用筋骨吗？有了嘛？我这里面写到呢，人二是那个 longen 好像类似这样的发音，我有点忘记了。哦，是不是浸泡的意思？不浸泡是不是，刚刚才讲没多久的。是啊，我倒退看看。liot，的酷，这个smooth fuck，hard fuck，够 limit，巴鲁嘎，哎呦，这么个什么来说呢？你会请老师吗？没有，小白老师讲哦，小白老师，你刚刚如摁嘛，如摁对，如摁压哦呀，压住他的头啊，如嫩，哎，如嫩过来我，如嫩如嫩的话，大部分都是头啦。哦，如果能够到风啊，屁股就跑出来了，就好好的打屁股啊。啊，如摁，如摁，那你们叫什么？哎，这个字吗？老师看一下。如摁对，对啊，哎呀，哦，等一下哈，如摁，如摁。如恩，如嫩，把它压住，这样。还有一个压制它的意思。哎呀哎呀，就是摔跤那个要数3下的要压的那个动作，是不是？都可以呀。对呀，也叫米勒夫，哦，那个摔跤米勒夫啦哦。哎，米勒夫，就是把它用2只手压在下面。米勒夫，压倒，扑倒。哦，如恩就是把它压制啊，压制，压住，住完是，
都然后呢还很多个baru anak naik dia udah soal tentang bangsa 拔肉，还有什么？那个煮猪呢，用刺，用东西刺，煮猪。蒜哦，算了，煮更算是，煮但是它是用东西来刺的，是 K 吗？还是什么结尾？那个第一个 K 弄掉，猪可第一个 K 对，猪，还有一个把丢啊，拔掉过肩摔哦，勾脚把丢，把丢是甩呀，拔丢，丢，丢，对，有吗？踹是不是横向踢踹？把丢，丢，那个是它也是踹的意思，但是把它甩的意思，对不对？那我们都是，他这边是以牛角的那个啊，把丢，那我们是对人啊，踹的时候，把丢，把丢，对啊，那个是在什么的时候，摔跤的时候有那个动作，勾脚啊，让他摔倒这样，把丢，把丢。所以老师，你的翻译是摔跤里面的用脚去把别人的脚勾倒，是这个意思吗？让他跌倒，对不对？让他倒下，没有错，把丢，把丢。还有 a nut 呢？你 a nut，a nut 也是鸭，那个是鸭的意思，对。哎呀， a nut，a nut，a nut，那正，裸嫩，裸嫩好像比较不像哦。前面有声音的 a nut，a nut，你 a nut，有用手压住，摁住它，对不对？a nut，厉害啊！里面有可能都用手的拍打的，把脖子给它掐住啊。nut，这哪有一个字啊？那个是 nut 啊 nut 是压住嘛，那 nut 又不一样了。原来刚刚的陈老师 nut 只是把那个 n 改 m 啊，对 nut 夹住是等于是掐的nut，掐脖子。哎，这个就有特地用手掐脖子的意思哈。对，用手掐掐脖子。那但是 nut 有没有的过儿，就是用东西用石头丢我的过儿。过了。丢过了。
过了，的过了，的过了，的后面是 L，投掷哦，扔啊，对啊，哎，过了，扔，丢出去也叫得过了，得过了。嗯，这个意思是用石头丢人的意思。都可以用呢。或是拿东西来丢人，拿球丢也是。过了，这里讲的意思是丢垃圾也是啊，得过轮带啦，丢垃圾啊，得过轮带来发砸烂，还有丢过去，丢得过了，搬石头，还有把过了，把过了，把过来东西比较重一点哦。把过了，把过了，把过了，那个把过了，把过了，后面是 L，后面是过了，丢弃啊，老师，你再念一遍发什么？发过了，把过了，把把过了，把过了，把过了，那个一看不要，看看那一不要，然后后面加一个 L，后面加一个 L，把过了，有没有查到这个？等一下，过了，这个字词这个词汇不讲不知道这么多哦。Kalau mula kuna suami tapang，所以各位老师，你们真的是很珍贵。不屑也是吗？把它捏碎这样。不屑，对呀，不屑，对呀，不屑。把那个辣椒啊，不屑然后就放在那个碗里边，那个小辣椒啊，不屑干没？哎，把它弄碎啊。可是它是那个等于是捏碎的意思了，不屑，压碎啊，不屑。不像个风黑辣椒啊，力量那么大。很狠的哦。你不按我的风啊，也还好啊，不是按哦，哇，好严重。没有，他讲的不屑是用脚去踹的，把它不屑的那个意思，你来读那你说用手你不屑，没有办法了。我弄是不要，不屑，ما تشعي تو كده ما بتشعي 踩碎啊，屑碎不屑，不屑，把过了丢弃，你刚刚讲的发过了是什么意思？丢弃，丢掉了，弃啊，把过了，或是跟那个法拉有一点一样，法拉恨，把过了跟法拉也是一样的意思，法拉。因为那个部落的不同哦，所用的方式语言不同啊。
扔掉啊，丢弃啊，哎呀，对，把过了，哎，你再一次，再一次。把巴哈过，把和过，巴哈过了，把和把把，前面是 F，前面是 F，巴和过了，对，这样就对了，对吗？对，这样就对了，巴过，过了，把它行上找你也这样，老师，这个跟打的动作有关系吗？把过了，但刚才就把过了就把那个甩也是一个丢石头嘛，跟那个丢的。那个摔跤的时候把人抱起来往地上丢，就是法棍儿，是不是？对呀、就从上面空心的，把它过肩摔的话也算是发过了，嘛发过来，过去摔不一样哦。你来过来说多难呢？过去摔，你来过来说多难？我现在一直想，我想不起来。原来过去摔那个有把丢有了嘛哦，没有那个把丢有了。还有吗？还有吗？有时候这个一时想不起来哦。那么我所认。还有我们认真想哦，这个打的这个动作哦，还是有很多的它的名词、它的词汇哦。利马达也是吗？哈，利马达你给说上来。观众老师，利马达是用手嘛？对呀、利马达你给说上来。常常看到、常听到的是我们在放牛的时候，那个牛啊，公牛在打架的时候他用脚去挖那个眼睛马里马达嘛，利马达。哎，那个可是我们人的话，利马达你给说上，给没事，我们怎么着？利马达那个说上。就挖你的眼球啊，眼睛这样哦。L 哦，前面是 L，利马达。我请教一下，马里盖，请教一下啊。请说，你的那个麦克风没有打开。好，你要请教一下。马里盖老师，你刚讲的那个里马大，那个是不是用米里马大？对，用米利马达比较可能会比较会找得到啊，米利马达。把眼睛挖掉的意思是不是？对。Bak ne? Bak，还好，有没有不还没有到哦？不还没有，不没有。Tanaman gisu bak hanaku sagami. 还好原来这个那高兴些。哎，
诶，没有讲到刚才不可能呢。你不猛打，跟那个捶打，fuck 用一样的捶意思。慢， fuck 北凯，哎masalah ita kuning kami tanaman kisu mapak ako kisu sa kami. 不可能然后不可能也是用手打的，我的那用拳头打的，不可能是不是？哎，对，那个这样就对了。嘎拉汤其实那个嘎拉也巴拉是可以，嘎拉是用牙齿咯，也是可以的。武器。我刚查到有一个是的拍打，马上你拼一下咯。的拍打，拍打。嗯，这哦。还有古努子。好。古努子。拔头发。还好，古努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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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我们的那个定义哦，最好是人对人的动作比较好。这个也是啊。这个可以拔人的毛。拔头发，女生打架都拔头发。女生打架都互相拔头发。不是拔扯头发，拉头发，拉头发啦，不是拉头发夹拉还不能用拔，用拉的。所以我们要重叠字吗？米古努兹要这样念吗？还是米古努？古努参加了，古努加了。古努就可以了，那个是。刚刚前面有念的，可以再帮我重复一下吗？好，还有 galat， 还有什么？这，masa itu cek awak aku。这可能没挤压，挤压，这没有。没有了，跟那个打架没有关系的啦，那种老师刚刚的那个的就是拍打的，对，这是一个装好的东西，要塞满，要挤满一点，叫这。对了，才是这样子，要给它包喏，包地给米。他要米这要拿起来，要给它挤进去，闪骨这跟那个打架或是摔跤没有关系的。的可以吗？米的。哦，这里他讲的是拍打，可是的有应该是它是柱子呢，的。也不是跟打有相关的，是不是？没有。它跟打没有关系哦，的它本身是柱子哦。梁柱。所以它是米的话，这里是拍打，它拍打应该是米把这个的那是，它是要打那个柱子吧，拍打。跟打架的跟打哦没有相关联哦，这个。不是打架衍生的行为就对了。不是了。哎，你这汪老师，我到麦给他说了话去，米的在那
anu pakainya itu minta upang cah soal tek sana哇这给了少哎，我呀，得得哈，就是柱子了。柱子嘛，还对，米tek anu还会就是你的这该打是把那个木桩木桩就是打在地上。还得哈。还谢谢。刚刚讲的得哈，可能是方言别了。我刚刚好像刚查字典的时候用那个编织品哈，我带呀瓦索了。哦，还对。还过阿拉伯黑得更闪，可是我们部落不是这样讲的，我现在想不起来。Ya vaso anu tapila anu maan hao. Ya mi pawalian ulai. 哦，那个要用棍子打，不晓那个，我现在想不起来。哦，那个，八针kuparok segala misal。对，八那个是八，可是八也是打人，用鞭打的意思了，鞭打。也是鞭打的意思了。八才给了我，这边听一对，鞭打的意思。哦，这个刚刚有编进去的，这个有这个有了，如果打人，我再更正一下，还有刚刚讲那个古努茨那个哈，跟那个没有关系，怎么可以用拔毛的那个？应该是没有，也有这个古努茨啦，就是拔鸡毛那种古努茨。还有一种是onu fafahian anu soalin好，刚刚那个老师有在讲，会拉头发嘛，打架都会拉头发，ufi fit 长呢。ufi fit。Mi ufi fit to focus。有没有？ufi fit 含 kunu fafahian suara。在不能用那个masa mi kunos。kunos 那个 sakit ini no kunos to ayam upeh no ayam。ufi fit 含的。Uvivit 是拉扯。对，女孩子啦，打架都是这样啊，拉头发，拉头发啦 ，uvivit。uvivit 还是 uvivit 含了没得？修不然，大姑娘讲 uvivit。uvivit。我们叫 duvivit。duvivit 也是可以的。duvivit 也有。也有 ，Uvivit 都有。你那公的都一样，都也是有啊。有，女生打架拉头发哈，不是一个人拉的。Maka kunut都 focus 就是互相拉扯、拉头发了。女生打架都是拉头发。是现在这个字吗 ？Me do fit。对 ，fit 拉扯。这样也可以。这个通啊 ，me do fit 通哦，通。me do fit 也有 KO 的 ，KO 的也有了。me do fit 都有。也有那个 ovivit 这样的也有了。me ovivit 那个 T 也没有，也可以。各部落讲的都不太一样的，没有对错，所以按照各个部落的说法来讲都通了。拉扯的意思我了要么不修ku tukin kita rumyata hai matu adi hayai hogura pakainya itu mipalu lemak hau 所以
nuji lipayan ni nanay kita usau kita hao 不要缺席。那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样的一个重要，而且很宝贵。每一个人的意见以及各讨论的方向都很一致哈，所以很谢谢大家。Arai hanaku kita bolong na sinsi， 大家这么的谢谢大家。下个礼拜希望大家一起再次的把我们的这个语言哈，每一个一字一句的来探讨，还能够把ini arai arai saya jalan arai ko puti nuna mo arai sinsi arai om